今日帶大家睇嘅呢套咧係大亞灣南深比亞迪商圈嘅商業配套真係冇得頂，自己樓下咧就有雙挑，對面咧仲有條商業街，後面咧仲有6個雙挑喎，拐個彎又到萬達，交通咧超級方便，樓下嘅巴士咧直達深圳，公交車咧可以直達2個地鐵口，樓盤咧係新期開發嘅，發展商依家自己買緊嘅咧係新期，呢套咧係二期嘅，成個樓盤嘅園林咧做得好靚嚇。基礎嘅配套設施咧都好齊全，99平4房2廳1衛，業主報價咧係79.8萬，折算落嚟嘅價單咧係8000蚊左右啦，首期15萬左右咯，月供2500，自己嘅物業嚇，物業費咧係1蚊4毫5，發展商買嘅新期咧都係帶精裝嘅，但係咧價單咧係6800到7600左右啦，裝修咧同呢套咧係冇得比嘅。呢套貴咧就貴喺佢嘅裝修啊、家私上面啦，帶埋中央空調嘅，全屋嘅裝修咧都係品牌噶嚇。我係一班惠州想睇咩樓話我知。